諗住靠個靚樣同靚聲就可以喺娛樂圈呢行上位 ？No No No， 呢一招已經 outdated 咗啦。而家啲人唔興玩靚噶啦，好簡單一個字，最緊要假。嗱，香港就有個藝人索性連個樣都唔要，下下出鏡都要戴住個面具。而日本嗰邊呢就仲犀利，直情連個人都係假噶。我講緊嘅呢就係日本虛擬偶像初音未來，佢近年喺日本真係好紅噶，由網絡殺入藝能界瘋狂咁吸金，連紅白歌唱大賽都睇中咗佢，俾佢成為第一位出場嘅虛擬歌手。而啱啱佢仲打破咗一個好驚人嘅紀錄啊！就係2013年全新嘅年曆預售量，佢嘅訂單係超越咗一班嘅人氣偶像同當紅姐仔㗎，就連新垣結衣、堀北真希、綾瀨遙同上戶彩等等嘅女星都唔係初音嘅對手。呢個虛擬熱潮絕對唔係淨係停留喺日本㗎，初音先後已經喺台灣、美國同新加坡開過 show 㗎啦，好快就會嚟香港嘅九展度舉行日夜2場嘅處女港 show。就連喺內地方面啊，亦都有大批嘅擁躉支持佢。初音嘅新浪微博都未開夠1年啊，而家嘅粉絲數目已經累積達10萬個啦。眼見住呢一位虛擬偶像咁受歡迎，佢嘅同行絕對唔可以執輸噶。好似惠比壽麝香葡萄嘅成員西野祥同埋希智愛野咁啊，佢哋兩個呢就諗住食住個勢，齊齊嚟玩 cosplay， 諗住借下初音嘅人氣嚟刺激自己嘅人氣啊！而家一個虛擬角色就成為咗真偶像，而一啲真嘅藝人呢就喺度扮虛擬角色喎。咁究竟邊一個先係真，邊一個先至係假啊？